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。这景世子说的没错，你果然在半炷香的时间之内就醒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小姐，这景世子不是要跟女子有3尺之距的吗？你居然把这雷打不动的规矩给破了。看来我们小姐在景世子心里还是很重要的嘛。哎，这要是让京城那些皇亲贵族的小姐知道，不得羡慕死他们呀！就你八卦。这边央子帮我吸了蛇毒，他自己没事吧？不清楚。走，去看看。边央子，你没事吧？郡主醒了。你可真是个麻烦。先别急着谢我，我之所以救你，是因为我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其他女人可以代替了。你想干嘛？收拾一下，随我入城。可以进城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公主进城，还不让开？公主？这确实是公主殿下的胭脂赤练蛇。放行。走快点儿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公主回来了，还不快放行！公主，这刚进去了一个公主，怎么又来了一个？我们原来有2个公主吗？你们说什么？居然有人假冒我！假冒你？刚进去的公主有胭脂赤练蛇为证，我看你才是假的！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你们眼睛是瞎了吗？居然连当朝公主都不认识！公主殿下，公主还不拜见公主？刚才的公主是假的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去追！是，跟我走！原来我的胭脂赤练蛇被假冒的人偷走了。给我过来！我说你这个倒霉鬼吧，我今天遇见你，我2个心爱的宝贝都不见了。你说你怎么赔偿我吧？赔你？我陪你坐一会儿吧。我说托帕公主，你也太蛮横无理了！你丢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管，我要你做我的驸马来陪我。啊？什么？啊什么啊呀？哎，那边追！主子，我们好像被发现了。分头行动，醉红楼集合。是。云浅月，放他跑。这边。来。哎，锦世子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月季公主太阳蛇啊？你认识她吗？年少时见过一面罢了。年少？你年少的时候为什么会来月齐啊？家族生意。生意？可是商人怎么能见到公主啊？你若再问，就把你丢出去。不问就不问嘛。哎，2位客官，1楼人满了，2位楼上请。
客官，您的酒。他没来啊？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哦，小心点。哎，渴死我了。 哪儿来的冒失鬼？公子啊，他喝了我给您斟的茶，好生失礼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见，打扰了。你们继续。别动，给我围起来！ 毛贼，其他人在哪？别吧，哎，找到了吗？怎么办啊？站着别动。啊！小心点啊！残忍！住手！放了他，我跟你们走。主子，这位公子，我知道我不小心喝了你的茶，晚点我把茶钱赔你便是了啊！哎，姑娘，你长得很像我未过门的娘子啊！公子怕是认错人了吧？哎，我纵使有千万般不好，但只有一点好，对美人过目不忘。原来是个登徒子啊！我警告你，本姑娘今天没时间跟你啰嗦，让开！看着我们公子有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喂，你到底要干嘛？追兵在外，要是被抓起来，想逃出来就难了。我可以庇护姑娘，姑娘，信我一次。喂，干什么呀？干嘛呀？干嘛？走啊！干什么你们？ 小姐，这到底去哪儿了？咱们再找找吧。走。大人，我乔装躲在暗处，没有看到云浅月，只看到景世子他们被越旗的人围堵了。我们之前的人也被景世子抓走了几个。那个云浅月被蛇咬伤，景世子情急之下为他吸出的蛇毒，自己寒毒也复发了。他们偷偷潜入越旗城，不料被发现。景世子现在已经被抓了。你说什么？景世子被关在越旗狱中了？是。 放开我！放开！喂，你们到底想干嘛啊？小女子初来贵宝地，不知道公子是何方神圣啊？呀，我的名号本不能随意透露，但既然娘子问了，我不得不答。哼，我叫南陵睿，是南梁世子，记住了。哦，原来是南梁世子啊！小女子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不过世子大人，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你怕是认错人了吧？我看我就不打扰世子大人休息了，告辞。干嘛？娘子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方才我们在醉红楼一面，难道不算相识吗？哼，世子大人高风亮节，定是不会做出当街强抢民女之事吧？娘子此言差矣。于我南梁而言，方才我帮你躲过了追兵，与你有恩。若我南梁女子为了报恩，便会以身相许，生生世世永不背离。那是你们南梁，我已经名花有主了。
那是因为你之前没遇到我，你现在遇到我了。那你之前遇到的那些人，都是瓦砾。你神经病啊！哎，你们几个，今晚好好替我照顾我娘子，明日一早启程回南梁。是什么？喂，不要抢我回南梁！轻点，别伤着我娘子。往前走。前面那间，快点，进去。真是奇了，我这见过喊冤的，见过哭闹的，就是没见过他这行的。这被送进来的人啊，从来就没好下场。你再看他啊，一副瘦弱书生的模样，那些个手段，怕他是吃不消喽。哼，走。怎么办？若美人被抓走了，现在也不知道人在哪儿。还有这个老石子、南梁世子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，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这么高啊！哎，你别看这姑娘挺倔的，模样还真不错。糟糕！追！分头追！谢谢。月儿，你是谁啊？不认识我。你们，哎呀，你们一群人去追一个女人，居然让她逃了，蠢货！世子，我们本来就要得手的，谁知被一名高手给救走了。高手？是啊，不知是何人，属下实在是打不过。领罚去。是。高手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先别动，你的伤刚痊愈，要好好休养才是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多谢公子相救啊。公子，月儿，你是在气我没有尽早回京，对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后来不是给你去了好多信解释，别生气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我们之前就认识啊。我日日盼着能这样站在你面前，你为何装作不认识我？你可能不太清楚，之前着过一场大火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不可能！你失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会没有半点消息？反正你现在也知道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是谁不就好了？
我是叶天意。叶天意，不日将回京。意，这谁啊？那就是说，很快会见面。对不起啊，我确实记不得你了。告诉我，你是在与我玩笑？你云浅月忘记谁也不可能忘记我叶天意啊！可是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难怪这么久，我都没有收到你的回信。你是将我忘得一干二净了？我不是将你忘得一干二净，我是把所有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苦守边疆多年，我日夜念着你，盼着你，可没想到再次出现在你面前时，你竟已认不出我。月儿，我们相恋多年，你怎么可能忘了我？我不相信。你冷静一点。你刚才说你跟我相恋多年？当然。哦，那你知不知道我最爱吃的饭菜是什么？烧鱼。水果呢？葡萄。那我最爱做的事是什么？睡觉。那如果反过来，你问我，我也应该都知道你的这些喜好。知道。哦。可能以前的我真的知道，不过现在确实一无所知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想你最近可能是太累了，我会给你时间慢慢想。想起了我是谁，我会陪你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回忆找回来。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，不一定非要想起过去的事嘛，人要学会往前看，不是？月儿，失忆不会是你搪塞我的借口吧？你可是喜欢上别人了？没有。殿下，紧急军情。你先休息，我出去一下。殿下，岳齐北司递来的公文，说是他们收押了2名嫌犯，自称是圣上派来出使岳齐的天圣使臣和天圣的4殿下。什么罪名？说是假冒公主，还有一个偷了王室的御扳指。哦，确认是4殿下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有人被抓了，是不是荣景啊？我也听说景世子是父皇派来的特使，至于是不是，得去看了才知道。对了，月儿，你是怎么来的岳齐？哎呀，我来岳齐是为了找一个东西，都怪我把那个什么通关文牒给弄丢了，所以只好假扮公主进城，景世子才会被抓的。3殿下，我们快去救他吧。所以你移情别恋之人是荣景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我都说了，我失忆了，与其他人无关。我只是不想朝中重臣因为我的关系死在岳齐。看来兰家有小心思了，这么大的事情竟敢瞒着我。3殿下，景世子既是父皇派来的特使，此事就是国事，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。真的？当然。要知道，你是这世上我最不愿负的人。谢谢了。
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更何况这个谢字，还是为了别人。托巴，本殿下对你的破扳指没有半点兴趣，你赶快放了我。放了你？哪那么容易啊？就算我的宝贝不是你偷的，也是因为你弄丢的。继续。好。哎，可以了。公主。你莫不是看上了我，故意把我带回来？看上你了又怎么样？本姑娘既然把你带回来了，就没有打算把你放走。你弄丢了我的宝贝，你把你自己留下来做赔偿，也不为过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天圣的四皇子，你现在不仅得罪了我，你还得罪了整个天圣。得罪了天圣又怎么了啊？你说你是皇子，你就是皇子啊！再说了，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知道吗你？同罪是吧？我看还同税呢。你害不害臊啊你？真的是，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给我听候发落！你个死拖把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把我放开！你把我放开！你让蓝衣悄悄去趟乐齐王宫，命他见机行事。是。三殿下，你怎么还没去乐齐王宫啊？是。月儿。你是在担心他？三殿下可能不知道，那个景世子啊，身体弱得很，而且进城前还刚为我吸了蛇毒，我怕他。你咬到哪儿了？你快让我看看。我没事。我们还是快点想办法去救他吧。眼下正是两军交战时期，贸然行动太过危险，到时非但救不了人，反将你自己送进了狼窝。你想如此吗？我不想。但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不管吧？急不来，带我派去的探子先去探探情况，回来再议。不行，若是去晚了，他被杀了怎么办？三殿下若是不去，我自己去便是。月儿，好，我陪你去。快点，放开我！快点，放开我！本殿下可不是好惹的，放我出去！天生的混世魔王，你们听说过吗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天生的四皇子，你们开罪不起的，有没有眼力劲儿？四殿下，又见面了。热美人儿，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说来话长。小丫头不是也跟你一起来乐齐了吗？她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她身在何处。你把小丫头弄丢了，她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遇上点危险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要去找她。殿下又是为何锒铛入狱？他们非说我偷了他们的国宝，你说爷什么宝贝没见过呀？稀罕吗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小丫头的安危最重要。你快想想怎么出去吧。
锁子四花通杀啊！又输了！哎，拿钱拿钱拿钱！什么运气啊！哎呀，接着玩接着玩，来吧，接着请人请喝酒啊！对，别请客，来吧。殿下当真想出去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！今天手气真好，就玩不起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我看看，烦死了！你们先玩，你们先玩，吵什么吵？我安静点。扫兴！能帮我传个话吗？做梦去吧你！只要你能帮我向朝中贵人传话，这个就是你的。阿吴，你看这个冰蝉啊，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抓回来的呢。公主可真厉害，这可以入药的冰蝉可罕见了。到。公主，国师求见。宣。是。公主，听闻您抓了2个天圣人，可有此事？没错，他们一个偷了我的胭脂，还冒充我进城，还有一个偷了我的玉扳指，说自己是什么天圣的皇子，我才不相信呢，根本就是市井毛贼。公主，兹事体大，若他们当真是天圣的使臣和皇子，我们怕是惹不起啊。那怎么办？跟他们确认一番便可。来人，将2个嫌犯带去北司大堂。哎，都等了这么久了，你说那个狱卒能办好吗？快，开门！恕小人眼拙，不识2位高人，还请2位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才识得本王，快放我们出去！我看你们乐旗个个人都眼拙。国师有请2位。要不是为了小丫头的安危，我坐穿你们老底。是。在下乐旗国师，2位的申辩我已知悉。敝国国主玉体欠安，便由我替大王审问。什么审问？我们没有犯法，你凭什么抓我们？你这可是破坏2国邦交的大事。你们自称天圣特使，却没有通关文牒，更没有信物可证，如何取信于人？哼，我堂堂天圣贵胄，何须用这种俗物证明？没有物证，那就勿怪我等照顾不周了。敝国国宝丢失，身份不明的外邦人接受盘查也无可厚非。况且你们冒充公主，罪证确凿，不容抵赖。四殿下，国师容辩。在下与我朝四殿下同来乐旗，不料路遇盗匪，他们不抢财物，反倒将通关文牒掳去。同行旅人又被公主的毒蛇所伤，急需进城医治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在下才出此下策。此举确实有损公主声誉，是在下考虑不周，特向国师赔罪。这位公子倒是个知礼的人。你说文牒被掳，一帮盗匪不抢钱财，要文牒有何用处啊？在下也百思不得其解。几经揣测，我怀疑这是别有用心之人为了破坏2国邦交关系所为。倘若在下见不到国主，那我朝陛下必定会雷霆大怒，引发刀兵之灾。我想，这也不是贵国所乐见之事吧？所以你们就偷偷入城？我朝陛下对边疆的战事有所耳闻，只是考虑到2国的关系一直要好，突发此事，特派臣前来打探一下事情的始末，以免2国互生嫌隙。国师可不要轻信蛊惑之言呐！公主，王子，
线下两军交战，好端端的使者不走正道，偏要暗中潜伏在都城之内，居心叵测。哥哥说的没有错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毛贼。我好心带他进城，他却偷了我的玉扳指，还想抵赖呢。公主讲话可要有依据，也好心帮你抓了冰蝉，你还反咬一口，怪不得你喜欢养蛇，蛇蝎心肠。哥，你看你妹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还不把她吊起来打她个100鞭子，看你还敢嘴硬！你，公主殿下要打4殿下，也要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小丫头，你没事？可担心死我了。几年不见，我看你小子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你假冒的我啊！这叫兵不厌诈，公主。冰洋子，你怎么样了？身体好点没有？我没事啊，我只是比较担心你。不过见到你之后啊，我就好多了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天圣的3殿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。国师不必多礼，我这4弟言语冒失，不会给国师徒添困扰吧？3殿下言重了。方才我正与4殿下闲聊，只是因为敝国国宝丢失，兹事体大，所以才不得不请2位登堂一问。国师所疑虑的，无非是2人身份，有我为他们作证，可安国师心否？有3殿下作证，自然不会有假。慢着。天圣的主将大摇大摆地闯进都城，国师难道就不担心这场战乱是他们故意为之，想借口攻打我岳旗吗？我们不过是来理清误会，倒是小王爷不依不饶，非得大动干戈才好吗？哥哥，你别跟他们啰嗦了，把他们都抓起来严刑拷打。公主殿下，我4弟贵为天圣皇子，想来也没有什么偷取2国国宝的必要。公主殿下若要激道，我必定会倾力相助。但若令4弟蒙羞受辱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如果你弟弟真的是天圣皇子的话，那我就更要抓他了，好要挟你们那个老皇帝，把你们驻扎在我们岳旗边境的军队给撤了。公主殿下，王子殿下，不好了，王上的病又复发了，快传御医啊！御医已经在为王上治疗了，可御医说王上的病情并不乐观。你说什么？王子殿下，在下略通医术，可否为国主诊治一番？容在下试一试，或许会有延缓之计。我岳旗这么多名医圣手都没有办法，我凭什么信你？都说人命关天了，你还在这磨磨唧唧的。若美人在我们天圣医术也是数1数2的，赶紧让她瞧瞧。就是啊，性命攸关，就不要再犹豫了。我父王怎么样？血症已止，无大碍了。日后只需慢慢调理，你们还需多费心。多谢公子，公子真是华佗在世啊！公主过奖了。以赤练蛇蛇毒与冰蝉为药引入药。冰蝉我有，可是我的赤练蛇……公主的赤练蛇在我这儿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事发紧急，我曾用它冒充公主来入城，还请公主多多见谅。公子救了父王，我怎会为这点小事计较呢？多谢公主。胭脂啊胭脂，这回你可要受点委屈了。但是为了救爹爹，你可以理解我的吧？公主殿下，你这个蛇为什么肚子那么大？难道里面有小蛇？怎么会？那是吃了什么东西？玉扳指，好啊！你整天喊着捉贼捉贼，到头来是你自己的蛇吃了这个破扳指。
原来这个就是玉扳指啊！玉儿喜欢这扳指。稀世珍宝当然喜欢了。我怎么知道胭脂吃了我的扳指呀？再说了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你这小蛇应是2天没有进食，腹中之物这才凸显。哼，一国公主贼喊捉贼，我乃堂堂天圣皇子，你不光当街追着我打，还让我入了大牢，辱没斯文，颜面扫地。你说你怎么补偿我？我四弟，公主殿下显然已经知道错怪你了，你还是让公主下去配药，成全公主的一片孝心吧。好吧，看在我三哥的面子上，我这回就放你一马。公主，国王醒了。父王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父王，你身体有恙，是他们救了你。父王，你慢点。你们是？他们是天圣的人。国王陛下，在下是天圣荣王府世子荣景。这位是3殿下、4殿下，和云王府的浅月郡主。多谢诸位救我，各位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国王陛下，乐齐和天圣的邦交关系一向是非常密切的，且乐齐对我朝的供奉也算是勤勤恳恳。可这次乐齐突然起兵挑衅，意欲何为？国主并非昏庸之人，应该知道2国实力之悬殊，何有以卵击石之理？所以，臣受陛下所托，特来查看原委。弹丸小国如何敢失礼于天圣？只是本王不久之前收到一笔来路不明的黄金3000两，幕后之人要求我出兵挑衅，为期3个月。3个月过后即可收兵，届时黄金悉数相赠。你也知道，我乐齐国如今国库空虚，这3000两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只是本王为2国百姓着想，不肯就范。不知为何藩属国突然趁虚而入，挑起事端。我想，这其中还有一层内情吧。父王，儿臣近日得到消息，引起争端的乃是乐齐的几个藩属国作乱，他们故意挑拨天圣与我们乐齐的关系，儿臣已派人去查实，到时自会给天圣还有父王一个交代。原来如此啊！既是误会一场，如今误会理清，我们也就不便再打扰国主休养。也请几位替我们在天圣国面前美言几句，澄清误会，改日一定登门致歉。父王，那你好些休息，女儿去替你熬药了。谢谢各位救了我，各位远道而来，多休息几日再走吧。叶承叶倩，替我好好招待几位贵客，不可有一点怠慢。儿臣明白。诸位，请。走了。今代我父王宴请诸位，天圣之于我乐齐山高水远，路足且长，诸位能够下顾敝国，实乃柴门庆事。我以此盏薄酒聊表寸心，还望诸位能够吃乐尽情，切勿介怀之前怠慢不周之处啊！王子休要如此说，
国主病体未愈，我等逗留多时，已是叨扰，还请恕罪才是。诸位，让我们共饮此杯。